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3月11，诗篇33篇12节安尼讲：认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。受拣选做伊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三甲来祈祷，拣选阮做产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喜爱公平义理的上帝，因为你的话是正直，凡你所做的，已经是诚实。主啊，你是疼痛人民的天父，你的慈爱满满的地上，义人因你来欢喜，也要弹琴唱歌来学乐你的名。我要大声唱歌来称颂，甲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你要看顾你的百姓，你要眷顾敬畏你的人，你的目睭要紧紧来看仰望你慈爱的人。主啊，我的心要听候你，我要注心仰望你，因为认你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。受拣选做你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